點樣可以治療今生嘅疾病？等我哋一齊嚟讀一讀以下嘅經文，聽一聽佛係點樣對舍利弗講㗎啦。放光般若經卷一，復次舍利弗，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亦不以神足切視切聽知他人意，自知宿命故行般若波羅蜜。所以者何？行般若波羅蜜者，尚不見般若波羅蜜，何況見有菩薩神通眾士，是為應般若波羅蜜。舍利弗，行般若波羅蜜菩薩心不自念，我當以神足度十方，見諸佛世尊，亦不念言，十方諸佛有所說法，我當聽受。亦不念言，我當盡知十方眾生心中所念；亦不自念，我當自知不可計劫所從生之事；亦復不念，見十方眾生生死所趣善惡之趣，是菩薩為應般若波羅蜜。舍利弗，菩薩自念，我當度不可計阿僧祇人，令波泥還，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。菩薩作是行者，眾魔不能得其便，諸世間之事皆為降伏，十方行沙諸佛皆共擁護是菩薩，令不墮聲聞辟支佛地。四天王上至阿迦尼吒天，是諸天皆共護是菩薩，不令中道有礙。是菩薩身中所有眾病，現世為喻。所以者何？用有普持家眾生故，當知是為應般若波羅蜜。